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我揀選咗我哋良友電台喺神州裏邊一位嘅聽眾嘅需要，我哋為佢守望。呢位聽眾呢，姓張，係張弟兄。張弟兄咁話：我係一位90後嘅高職教師，對大學生嘅生命呢係有好大嘅負擔啊。咁佢哋有穩定嘅團契同埋屬靈夥伴，對生命嘅健康成長係一種無形嘅保護，更係從神而嚟嘅守護啦。現在咧，大學裏邊對於信仰團契係好嚴格啦，學校越嚟越強化對學生同埋青年教師嘅思想管理，呢個咧使得好多人逐漸咧離開咗團契，亦都加重咗尋羊嘅工作。咁我通過收聽良友電台嘅節目同埋文字嘅交流咧，雖然我哋冇見到面，反而咧喺信仰認識上咧，我係更近一步。好感謝你哋電台幫助咗好多迷失嘅小羊，感謝神，亦都預備你哋呢啲嘅事工。多謝你哋衷心嘅付出，求主紀念你哋嘅勞苦。我哋一齊低頭為張弟兄嚟到去祈禱啊！天父，我哋感謝你使用張弟兄嚟到去陪伴同埋影響一班喺大學裏邊嘅年青人。我盼望主啊，你繼續使用弟兄，你親自嘅成為佢嘅保護傘，成為佢嘅屏障，讓佢咧能夠更加自由嘅，可以喺校園裏邊繼續同呢啲嘅年青人嚟到去建立關係，生命嚟到去影響生命，將福音帶到俾佢哋每一個呢啲嘅莘莘學子當中。我哋同心仰望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下個禮拜希望再見到你，我哋一齊守望神州，拜拜。